哇！呢個項目呢，真係唔講得少，每次嚟都俾我新嘅驚喜。今次呢個呢，我睇完佢嗰個3房單位嘅時候呢，真係令到我再次刷新我嘅三觀。你諗下喺倫敦嘅2區地鐵上蓋，能夠用95萬英鎊買到一個3房3廁嘅單位，係3房3廁，唔係2.5廁，即係話最尾嗰個洗手間呢，都係有一個沖涼嘅地方嘅。我評估過啦。你正常租俾一個單一嘅家庭咧，呢類單位講緊大概係3800英鎊一個月。如果你拆開租俾3個大學生嘅話咧，你個租金最高，我嘅評估啦嚇，係大概能夠去到4800英鎊一個月。咁前後嘅差幅咧係1000英鎊一個月。如果用95萬去計，未計折扣啊！嗰個嘅回報率 gross return 已經係去到5% 以上㗎啦。仲有呢個儲藏間，即係佢嗰個單位入邊嘅儲物室呢，係大到呢我瞓喺度都得嘅。如果係用翻香港工人姐姐間房嗰個概念呢，嗰個儲物室呢係2間去到2間半嗰種嘅工人房咁上緊嘅大細咯。再講一次，倫敦 Zone 2之內。地鐵上蓋樓下係5條地鐵線啊，95萬買一個1018尺嘅3房3廁單位，只此一個項目。